反中国集中营政策的哈萨克斯坦人权活动人士塞尔科坚比猜喜深陷囹圄，琪琪请求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营救她的丈夫，称她有可能会被秘密移交至中国，就此失踪。她在接受韩东网采访时表示，我丈夫是知名的哈萨克斯坦人权组织阿塔朱尔特的负责人，他遭到逮捕是因为说了实话，谴责了条件恶劣的东突厥斯坦教育转化营。被中共关押在这些教育转化营里的不仅有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的穆斯林，还有成千上万的哈萨克族人。他说，我丈夫的代理律师艾曼乌马洛瓦请求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为塞尔科坚出面干预此事。中国军队增加了在香港边境的军事存在，在香港反送中抗议此起彼落的紧张背景下，现在更令国际间紧张的是，与香港只有一桥之隔的深圳的体育馆内，周四被外媒拍到有大量中国武警车进驻，并进行演练。记者在深圳一个体育场看到大量武警及装甲车辆，外界对于中国可能介入终结此事的担忧渐增。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席卡拉卡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当局希望将香港变成第二个东突厥斯坦。最近，中国当局用恐怖分子这个词来形容香港的民族示威活动。北京当局暗示将在香港进行大屠杀的信号。我敦促国际公众对中国的这些暴行做出反应。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说，印度军队当天在可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向巴方一侧开火，打死3名巴基斯坦士兵。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说，巴军随后进行了有效反击，至少打死5名印军士兵，打伤多人，并摧毁数个印军地堡。双方零星交火仍在继续。另外，印度发射的炮击中本杰镇的一个村庄，致2名平民死亡。围绕在直布罗陀被扣1个多月的伊朗邮轮格雷斯1号争议，美国司法部出面干预，在最后时刻阻止了该邮轮被放行。英国在其飞地直布罗陀扣押的伊朗格雷斯1号邮轮或许不会很快被归还，美国要求继续扣押该船。直布罗陀当局通报说，美国司法部提出了一份相关申请。通报称，华盛顿列出一系列指控，直布罗陀将评估这些指控。中国在印度结束查莫可什米尔特殊地位之后，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磋商该问题，预计周五举行闭门会议。巴基斯坦也在印度取消查莫可什米尔特殊地位之后，向联合国安理会寄发3封信件，要求磋商该问题。